镜头锁登来台湾，这个疫情平稳，所以国内的旅游业大爆发。上界热门的就是花莲、台东、垦丁甲外岛，讲人客驻文房间已经一路为6月份驻文到暑假去了。但是咱的边境还未开放，外国的观光客也未当入来台湾。这个大台北地区一寡专门咧做外国客旅宿的业者也是真艰难，所以台湾观光协会史上第一届提前到6月29来开始举办线顶的旅展。台北的饭店、旅馆的业者甲旅行社共同推出着优待，上价是拍价1/4。台东花莲的好山好水，已经有人等袂赴，想要去耍啊！过来看台北饭店业者，舒适的客房，还可以当看远方的美景。过去3-4千起跳的饭店房间，即马无到3000，但是大房率嘛是无明显的回档啊。以商务和国际观光客为主的饭店业者，即马开始发救命。一般我们的国人都比较不会去想到要去住这个台北的国际饭店，但是现在因为国际客人没有来，所以国际观光饭店那么就用这样的一个特优惠的价格做一些套装的行程出来。每一年上大台北国际旅展第一摆提早4个月，和线上的旅展先开始，画出一个口号叫做台北轻车旅，提供的优惠要让大家看到心花就开。台北国宾饭店带一枚送一枚，全台湾各地饭店嘛拢会当使用，2枚3600，拍1.7折。台北101观景台更加是第一摆有一个大人2个囡仔优惠的门票。佮加上商战的巴士馆，只要150，等于是拍1.5折。乐福集团甲台北和新竹热门的饭店结合，2枚无到6000，对6月29号开始，一直到9月底，希望让旅游市场热力滚滚。